大家雷萨在从在那雷萨那是垃圾么多了，咱出去么那个这是等人家一点，雷萨发的从大路不在路个大雷萨的，那从等你，到钱才够的，大家不那雷萨钱我来打，那从的垃圾从么的，在么等你啥的，哎，打不了什么呀？没办了，打了怎么跟弄的回去来，牛都觉得。这嘛都是一个种是，大家里的垃圾来嘛的，考了打嘛的怕鱼个嘛让你考的，那那的那打嘛可说说。这里的，开着没里的车来些是在打罗了。大家把来啥在送的垃圾送打开就垃圾没得，那时候吃大牛送的，那个那后那看嘛哈过嘛的。他马上你怎么连没去了？现在没去的，在打了没？哦，在打了。吃里的呢？开就打就这样，这车开的送，大家不是来啥了了是在送的垃圾送嘛的，吃大牛送的哦。而且电动打车就麻吧，那没弄。我路大黑路了呀，大黑，那个浪费的，就你说，打车打的人看租钱没得，等你的人看上打就错开了，那样啥把嘛的抢都过来，等你就开的那家没得，大把人追没得，你起牌你这差不多嘛的都，那样差不多了呢。等下反正那个该公布不啥好了，就错不啥就好了。那样的垃圾我他妈瞧人家当面的，大不啥当着钱了，给家钱都来么子。等下反正按送的，做钱我多钱都给垃圾没理的，你拍呢？如果多钱没到，那样都是的，打这个人啥这不就给菩萨拿都给家里么子，看么的，等到了嘛，等下反正我按照送的多的哦。多嘛做穷，多做就嘛，打的人着呢，那个这做多。轻轻嘎啥嘎打，你的强度了，强加切切的，你的人打，那个切做到，好啊，落车，你切做到打的你的，但那个强加切切弄多了，你怕钱着呢，那个脱钢撒价了，脱钢撒价就通玻璃，要玻璃的，就脱钢撒价了，你的红头了嘛着呢，我不得，就你把那个红头了嘛子做有啥来钱了嘛，对的，我长大的，开了家就得当，就老爸这就做切个能切个的，瞧在对了，老爸。菩萨做嘛做。在亲着就来就在来了，长大在等下出天个着呢，那在看忙着就了嘛，等下把就送的了，跑了20马里把不把那带来，看了真的个么看人家的个米，这这样的过来，但那当然看在啥话吃到多了，那到多了嘛，对，2多来就来就当就在来了，这让他这个长大起来家这中间把啥多你这个钱都来么子，你跟他个啥家了，等下把就那样就搞成这样了嘛。这从脚大面的，2多路里去来现在来了。车牌多嘛做，多拿去做就了嘛。但是看到从老年人呢，从咱们来地看了，吃不嘛运头了。第二看的多种个家的当，老爸多种个的，我们做吃个呢。那不是多嘛，那路，我跟啥家这个我们啦。来了，都跟那这个那放当我那些都路。你2多了，我们他们都那都跟啥家了？多嘛2多了，他们这今天说完这个，长大的，老爸等下把就弄看嘛，我们都抢了过来。我给人那一多一次的，底下几多啥的都。他把年轻的，他来加上那些新的，他把那你们都一路的，你上面还购买的嘞，他等一次的吧，多嘛做。他这拉下的，大家在修了，都大家你都许多里都在那这个在做来的，在修了。他我遇到了。那个就当你当这个咱们那个吃切上出来的，等你就当你的了，第落车，你啥玩意找到那落车的啥玩意儿，这样呢，就当着呢，那个开的做起开的呢你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